非手術非藥物嘅尾指側手腕痛嘅治療法，呢個係好專門性嘅病嚟嘅，係淨係嗰個尾指嗰邊嘅手腕痛嘅時候咧係用嘅。呢個尾指側手腕痛咧嘅成因咧就係喺個尾指側嘅手腕嗰度有一個三角纖維軟骨，即係呢個圖裏邊嘅1、2、3呢三嚿骨咧，就係俾呢個三角纖維軟骨連埋嘅。咁呢個三角纖維軟骨咧，當佢移咗位嘅時候咧，就會出現嘅呢個尾指側嘅手腕痛噶啦。呢個圖裏邊嘅就係嗰個手腕嘅橫切面，即係斬咗你嘅手落嚟嗰時咧，就睇個手嘅橫切面。箭嘴所指嘅咧就係嗰個三角纖維軟骨，即係嗰個關節盤加埋嗰個半月板，就係叫做三角纖維軟骨。當你個三角纖維軟骨因為受傷移咗位嘅時候咧，就會出現嗰個尾指側嘅手腕痛噶啦。呢個圖咧就係嗰個手腕嘅中切面，即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嗰個三角纖維軟骨。呢個箭嘴指住嗰個地方咧，就係個尾指側嘅手腕。當嗰個三角纖維軟骨移咗位嘅時候咧，當你喐嗰個手腕向嗰個尾指嗰邊移動嘅時候咧，咁嘅咧佢就會痛噶啦，所以咧叫做尾指側嗰個手腕痛就係咁解啦。呢個診斷法咧就係由何醫生發明嘅，係非入侵性、非傷害性嘅診斷法。好簡單，你只係用個手指尖咧壓住嗰個三角纖維軟骨嘅地方，即係嗰個手腕個尾指側凹咗度嘅地方嘅時候咧，嗰個患者喐個手嗰時候咧，佢就唔會痛噶啦，係立刻唔痛嘅，或者係減少咗好多嘅時候。當呢個診斷做成咗之後咧，佢係完全唔痛嘅話咧，就可以用個我書裏邊嘅方法啦，幫佢醫治呢個手尾指側手腕痛噶啦。何佐治隻醫生佢係72年喺香港中文大學畢業，然後咧就去咗日本留學，75年碩士嗰個畢業之後咧就去咗加拿大，84年咧就係喺加拿大嘅 CMCC 脊醫學院咧畢業，咁咧就執業到而家。佢係住喺溫哥華，咁咧就喺溫哥華就做研究同埋演講，就寫作工作。喺香港咧佢有個遙距診所嘅，係為病人服務。何醫生咧就寫咗一本專書咧，專係為醫治呢個尾指側手腕痛嘅。咁咧想買呢本書嘅話咧，可以除咗直接去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47號貴里商業大廈22字樓嘅養生學會嗰度買之外咧，你亦都可以郵購嘅。如果門市就係50蚊，如果郵購嘅話咧，喺香港嘅話咧就加多5蚊，即係55蚊。喺海外，即係香港以外嘅全世界嘅地方咧，都係65蚊港幣嘅啫。咁咧付款嘅方法咧，你可以用 PayPal， 就係用 georgekwo@gmail.com 呢個地址咧 PayPal 嚟俾嗰個65蚊。如果係全球嘅，如果係55蚊咧，就係香港嘅。咁咧就收到錢之後咧，就將你個地址咧就電入去俾嗰個 georgekwo@gmail.com 嗰度，咁咧就會寄書出嚟俾你噶啦。如果你用銀行嘅方法咧，你可以將你嗰個款項咧就存入養生學會嗰個戶口，即係呢個匯豐銀行嗰個 account number 啦，64020000019啦，呢個 number 咧你付咗款之後咧，你攞個收據，將個收據咧就 fax 去養生學會嗰個傳真號碼22468177，
呢個號碼亦都係個電話號碼嚟嘅。咁佢哋確認咗之後咧，就會將嗰個書咧寄出去俾你。當然啦，你要 fax 埋你嘅地址俾佢哋啦。